中正大学的民车社团有老师伫咧替中国所举办的夏令营伫咧招生，讲这食甲大拢唔免出钱，学生只要家己出机票钱就好。即马就有一个本土的政党认为，这是一种统战的手段。另外，前总统马英九的基金会也规划7月要邀请中国高境大学的这个学生来到台湾做交流。刘委会表示，讲任何专案申请要来台湾交流，拢爱遵守法规，而且符合交流的目的，这对两方才是有帮助的。歹册歹啊，徛铁马，学生吹背透早赶去学校上课还是读册，因为8月开始就是中正大学期末考周。阁说来许热，后来社团有公布要招学生去中国参加夏令营。中国的议题对台湾来说可能有一点敏感，但是在学术交流上面还是可以开放。10天的青年夏令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按7月初3到12，参加的人会当和北京体大、北大交流，参观北京故宫、颐和园、甲山西风光石窟、应关木塔这景点，干那出机票钱就会当参加，引起统战争议。也章程内底有写的，它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在从过去他们办的活动的照片里面，然后出席名单里面也有中国的统战部。除了防统战，基进党更加烦恼，若学生过期发表不利中国的言论，恐惊会用扣押。中正大学讲，这个老师退休真久，校无法度管。协助报名的老师反驳讲，活动是正常交流，开放予几若间学校。台湾要对言论自由甲民主有信心。两岸就交流是正当的行为嘛，去学习嘛，应该有信心去影响他们啊，不然我们开放大陆学生来那边读书干什么？台湾的伟大就是言论自由，各自解读啦，各自表述啦。除了中国在招学生交流，3月底去中国制作的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初步宣布讲，要邀请中国高境大学的师生的访问团，伫7月中来台湾。现在紧张的时刻能够有大陆的同学来台湾实际的去倾听台湾民众的声音，了解台湾真实的情况，我相信这有助于舒缓两岸的关系。刘委会讲，任何专案申请来台交流，拢要依照法规符合交流目的，嘛可以提前邀请单位甲受访学校，再当帮助两方的良性互动。记者综合报道。